哎，咱就来王爷庙。好啦哦好啦。哎，王爷庙哈，四月小王爷，对啊对啊。 4月2日大4月生日。哦安尼做农历的啊6月18二王，9月15三王，哦所以今次这个王爷庙嘛是对咱本身接来。啊，但是我就来讲，这金标参加也无够，就是讲。比较咧拜齐天大圣，感谢呀，感谢呀，啊，所以在楼顶，听到人咧讲，囡仔上山钓狗，7月4日，还有几啊？你去王爷7月4吧，7月4吧啦。你若车好有问题，啊，你就去马祖景点美挂，好，你让我兼做人的生活。但是我今下要来讲兼做这个城市，是安怎每一间庙内。 拢有挂月港武庙、月港河滨庙、月港王爷庙，兼之人讲，这个港口哪月娘去月港？月娘月圆，其实唔对，全世界港口嘛拢哪月娘？安尼吗？没啦，所以兼之是一个移民的城市。移民的城市，这个我漳州边仔有一个港口叫做月港。 咸水人拢就是对迄港口出来，啊，所以伊阵仔来到咸水的时阵，顶头若放马祖，就来去一间庙叫月港马祖。啊，若有顶头有服侍迄个官邸阿公啊，来到咸水啊，我来去一间庙叫做月港。拢一定会加一个广告。月港，所以月港的名就是安尼啦。为啥来？